再来看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拜登政府宣布讲，通过第11届上新一批对台军售案，金额大约是5亿美金哦。有 F-16V 战机顶头的红外线找找目标的追踪系统等相关的设备。咱的总统府嘛发出声明表示感谢。国防部是强调讲，这系统会当来强化 F-16V 对远距离目标的侦测追踪的能力，提升空战的效能。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返来台湾了后，中国持续军演威胁。中国军方佫一个宣布，24至25会伫福建沿海展开实弹射击的训练。军事媒23嘛有翕到一只中国军舰出现伫咱国东北海峡，前挖24海里去卡刀，那亲像是咱国军 P-34反舰机专停伫空中监控。美国拜登政府为着协助咱国提升战力，通过上新一批，也就是第11批对台军售，金额差不多是5亿美金，是配伫 F-16V 战机顶悬的红外线搜查追踪叶窗 IRST 系统甲相关设备，可能伫1个月后正式生效。咱国总统府发声明表达感谢。那国防部指出 ，IRST 会大幅度强化 F-16V 空战的效能，是配合 F-16V Block 70战机研发的最新形式，可进一步强化战机对远距目标侦测追踪的能力，可以大幅的增强国军的反制中共这个歼20战机的能力。因为它原始设计就是用来搜索跟锁定的逆中隐形战机，还有就是小型的无人机。军事专家表示 ，F-16V 挂载 IRST 系统，除了会增加挂载武器的射程，提高本身生存力以外，透过追踪敌军的战机，把气孔发出来红外线辐射源，就算是中国的稳型战机，嘛规个看现现。因若要提出美国对台湾应该为战略模糊转向清楚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是对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各一届来台湾。You cannot be a confident large power to try to suppress or to intimidate smaller ones. We can do differently.And we can protect our people. 草团的立陶宛前总统戈保斯凯德伫拜会蔡总统的时阵讲，台湾甲立陶宛这两国虽然是小国，不过拢有信心甲自我防卫做好。记者综合报道。